从60岁的人，没了唔得多做案，点都做得开创第二人生。花样同学会都系爱团太高太极，向下挑战唔识做过的事情，完成头摆的梦想，心中深度的热情同期待。准备了，团能向下展开一场期盼的追梦旅程。真是练。这转眼啊，人生已经超过50年了。虽然大家已经是阿公阿婆了呀，但是在我嘅心肝度，大家嘅个性仍旧像人嘅小世界、小朋友同样，按单纯、按定一下、按可爱。我在创新乡下，我从来冇想到讲有安神奇啊！去到啥东西爱呢？时常爱撒娇啦、耍赖啦、发脾气啦，去到啥做下文用来呢？想办法。俩几年，我都让我6年啲班嘅同學，一張一張是簽轉來呢。50人分開來咧，不過大家嘅感情很係強壯，真緊當難得，當難得，當難得。來是啊，練真啊，真是練。一只嘅係新竹新埔嘅體育公有人賣市場，我也拜訪嘅上面太子啊，做啲講係睇一只嘅太陽，因為係國社會強班同學，唔過邊一邊呢睇家路上學的，裡面係認證一場同學會，睇家呢要爭前強下、次強下，一拜因呢路同我約睇呀，同我嚟拜訪因呢。小妹姐姐 ，Hello， 係啊，我哋偷聽下秋風姐、劉真姐，還有亞飛姐。1、2、3，耶！耶！你家嘅市場都係能從細睇嘅蔬菜係咪？哎呀，係乜嘢嚟打咩啊？秋風姐，媽媽係愛解。哦，入面都係有名嘅阿美姐。哦，唔會聽出來，從細會同人買。7歲是可以學到了的，買東西。7歲哦。 7歲是可以學的。咁後來太遠咯，都唔係做嘢嘅頭路。我19歲高中畢業，我先去團團、國旅團、聽遊覽車。你講按我遊覽車小姐，也是導遊，我有考試哦，我有考試通過的哦。對，變導遊啊呢？變導遊，對。咁羅真姐呢？萬歲有開佢嘛嘅店未嘅？我賣衫啦，我媽賣衫嘿。哦，你係中央市場？哎，在地圖咧，我是干呀？報名我也是。我媽媽影響到嘞，她每天買衫嘛，她買衫買10箱煙嘞。哇，難怪哦，style哦，很有 style 啊。剛剛飛機咯，我18歲就離開新埔。咁萬歲要開佢嘛嘅店？我喺度免錢開家庭五金，買完買灰啊，還見到煙東西嘅水缸啊、發潑啊，跟住我哋全部要買。咁你對閒時嘅時間，你印象係嘛嘅？你要去強辦？像秋風一直衝嚟聽修土家弟弟妹妹，我弟弟好辛苦，大姐頭人小志氣大，衝嚟聽修做事。俺小池媽媽開蓋精品服飾店，我就穿制服的年代，弟子永遠比我們漂亮。哦，從小就是這樣，哦，就特別按家，還有家學院，很好呢，萬歲都有欣賞服好做呢哦。對呀，就這樣。因為媽媽哦，喺度實做這樣來買衫做招牌model啊。讓我看買耶，獻醜衫，你哦，謝謝，求一下天安哇，自己煮的，那個仙草茶自己煮的，哦，對啊，是的，冇也是媽媽的服務項目，媽媽自己買耶，哦，謝謝，哦，煮茶館是，多謝，今日嗰上嘅啲人呢，除了呢上能辦好嘅同學。還有披薩，我卡喺睇下佢店未啊？有啊，有哦。我們有一個
最有名的新部诶，泡菜店榨菜用榨的，还在开吗还在开，有提传承3代，超级好吃。一块吗？哦，就是明豆花哇。哎，又有太复杂。哦，它豆花是这样子，妈妈也是快90岁了94岁，哇，还在开，还在开。那你们带我去，来一起走。好，你可以降下来了，降落下来，降落下来。豆花，就是明的豆花。哦，系呀，系咩？同学朋友来啊！哎，旭荣，这我们小学同学邱世明。哦，我们先去看下一个同学，好，这个都准了，好，等一下再来，谢谢。泡菜，该买泡菜就是我们小学同学。哦，杨梅黑小学同学啊。那个涂易容来看你的泡菜店，你那个最好学，你特别酸菜花生，那个特别。这个是小时候就有的吗？有，爱吃的啊。那个酸菜锅呢？那个一般类啊，丝虫啊，姐姐你等下熬一下好冇？那个你熬的吗？老家的面签。哦，俺们来。两块老面签，这也是那个同学不怕，副班长的。哦。哇，漂亮！对呀，应该调弄着那来不？披伞哦。鸦片阵营青菜就780年历史呢。有100年历史，就100年呢。系啊，颜色都忙色过的，过好色的东西。呀，当有名还有菜啊、烟囱啊，家地头生俺的呀还有一奶啊。买法，买法，买法，怎么样买法？特别的音，北汉子弟，还看人家特别的音。恩的人。好，好，那来嘞，同意嘞，好，同意嘞。这个地方如何来呀？係咪？墓园。哦，邵老师走了，老白老师，这阵人工都欣赏。小学老师，国小1年级下学期就2年级、3年级，教我都2年半。 6年半，俺们对印象暗沉嘛。虽然外省音，可是吼对我都啥当，因为我都甲个年代吼当苦，大家不卡是当苦，所以我当照顾我都啥，所以我就当感恩老师。哈，我都人讲到，你们去天白来，老师来，当然的如天白来，如去去哈，看他欣赏的来。好，来，这样欣赏的都嘛个名诶。 沙秀飞老师，沙滩的沙，沙滩的沙，也是东北人呐。我对欣赏嘅嗰種精神嘅記憶係乜嘢啊？我細細時節啦，比較時節，佢小學1年級下學期嘛，到2年3年做下比較。所以我細細時，我媽媽這圖書比較時節啦，我媽喺我教訓到伊賣挑人，時常都賣挑人。 還是本人我都係碰到啊，拄拄個幾部個挑人啊，空落了面當，後邊啊哈，所以咧滿面啊不落到，滿面落到當到水泡咗啊面當，太太誰家水泡當到，我小小貝老師鳥蠻好呢，佢看到啱佢非常擔心啊，所以吼佢是該弱點嘛，讓佢買3碼軟膏，嗰些是買3碼軟膏呢，還有風熱水，嗰些有紅藥水，有風熱水。 還幾時讓佢消痛？我當日讀書啊，已經外國300、400呢。當日讓佢講讓佢消痛呢，還強讓，強讓佢係做咪賣好好。那不愛媽媽，交代愛媽媽，以前講過，冇了按這樣嘅面啊，航班是會留下疤，吼，因為影響佢航班嘅視野、混音。佢當日後讓佢過面，讀書已經讓佢過面，但愛媽媽是接人。 俺不要半夜行嘅啥歌，俺高粱嘅人嘅，哇！所以看那面安這樣，係啊，我那面吼，做下嘅人，做下愛上老師不愛，所以講吼，見面都有啲，我對他哦，真的是有很多感恩的心。讀好啦，讀了天主有人愛信仰啦，所以吼，當心夢要去到咧，演咧哈，心夢呀，聽到。 老師啊，真的啊！哦，
老二嘅先生係咪？进到先生，刚才呢把五间献花，好，好。那我们向老师鞠躬，好。那相信唔但唱对，柔珍姐哈，还没两个姐姐们还对先生有很多怀念的事情，她也会解有嘛。来这边吃来，老师最喜欢吃的馒头。哦来，来哦，哦，东因为我北是班长，嘿我从来会让沙老师送作业带到家宿舍去，自己改作业。嘿，他爱袂去家不卡，一般同学唔会去带老师不卡。他我常常业时间啊，其实就来吹馒头、吹包啊，俺去看爱笑，其实会笑爱。因为我发开吴金行去想我讲。我妈妈还是本你学完冇学盘系冇来，本你是长馒头，所以我从去进来来长馒头。虽然沙老师係外省嘅，但是佢也前少了對，班上嘅時候啊，大家嗬都非常非常嘅識，所以我哋邊日按當年嘅啊，我哋係係為歡迎我啲，翻人為歡迎啲感恩老師跳擺隊，我哋做社屋嘅照顧啊。而家人嘅感情會按都也下過20年還係按好，同先生有動態關係呢？係啊，教我些同學打一時間未動樣，我去打我都講我都講道理，因為我現打伊，係啊，就會按你嘅先生吼，你咁煮嘅都有以愛學生嘅，古時都20年過後就還記到當清楚。家下讀到按好嘅先生，真嘅係就像唔能講嘅啟蒙。對懂到事情的啟蒙吼，係啊，係啊。古時候剛書真嘅懂事，能如好像還是很激動的吼。會，因為佢真嘅要當相愛到啥相熱線啊，冇可能嘅先生，真嘅冇可能。相呀，互相之間有的老師有秘密，從來都學空空嘅狀態時候，讓我同學讓我講，你點麼？迄個沙老師讓我付學費呢，去政府，我向我政府簽有偷退幫我，你都簽冇唔啲，看個盤到吼，只有盤冇菜呀，佢要切菜半呀，兩個沒唔啲啊，當到同學讓老師有個別回憶，後來人哋講，哦，佢有天主教嘅信仰。你啊，你按你講啊，如果想到這種修女，吼，如果照顧小孩嘅這種心情。要不要各位認識上面姐姐啊，覺得很榮幸啊！韓國 TPD 的係能帶我去認識能的沙老師吼，如感覺到能的緣分啊，非常 TPD。唔過我呢，愛切入正題，阿陽同學會如何愛老朋友向他參加一啲盲色做過的挑戰，有乜個事情我去衝去有興趣哦，想去找老朋友向他去做看下誒。我班長，我先講，班長先講，班長都打條件呢。鋼管舞，我都人對咯。鋼管舞動靜吧。按60位，你會跳鋼管舞？妹，你看個蔡依林按架跳鋼管舞，你不60歲了呢？哎呀，走出來俾人看到。妹啊，你讓我練啊！我讀書本你係啊，碌動架哦。你也跳幹嘛？馬上挑戰否決。在衝浪，哦，衝浪個水嘅度咧去到都要啊，個錯啊，衝下去，結爽咧。我降水，你看你誰冇抽水啊？之後把孫聊天啊，哪位抽水？你會抽啊？你會抽啊？唔會抽水對啊，都手在衝浪啊。你冇游泳池，冇你嘅經驗，有冇嘢唔會衝浪？抽水，唔會抽水。唔抽我假設衝浪唔會驚。我就誰先冇游泳池啊？我人講我上這東西，冇得。我從來是有想到，因為他人誰冇去會，我當時有學樂器呢。我第一行哦，世界上最簡單的樂器是烏克麗麗，幾條線。馬莎老公講嘅世界上最簡單的。我在考慮哦，我在考慮哦。走對啦，好啊。我衝浪啦，哎呦，我哪？我咪降水，我冇。妹冇跳鋼管舞，好啦，幾耐？幾個兩杯幾耐？那安講你最後一個講，大家都奔過來了哈。對啦，水河啦，因為我哦，泸州的。都挑戰自己啦。
好啊，好，刚刚一起是啥？共识。好啊，可以用啊，你亲信上。好，在学习。好，班长决议，乌克丽丽，拜托艺人，拜托艺人，该做乌克丽丽。虽然有真济有讲到乌克丽丽讲系最简单来学嘅乐器，不过其实没无创想嘅按过式。首先要知道基本嘅乐理，难看嘅是琴谱，还个节奏感同数音协调能力又要好，又还要改专心，基材又要好。哪有办法唔看琴谱，自家弹自家唱，也是系一个过考验口眼数脑并用嘅挑战。睇真正了解乌克丽丽过后，也到阿姐还会感觉简单么呢？我哋今日來到新店美國時候，因為我哋要來學烏克麗麗嘛，我哋睇上擺睇新埔嘅市場，萬奈路很難咧，國小同學，結果到新店行很難咧，國小同學，連一個場地路係國小同學，都能處理嘅，路係風雨老師。弄奈路用的那个小同学呢？啊，一般玫瑰男的是蒙按天数，还同俺的琴道，一个床梯本上面这来学乌克丽丽，嘿，来新梦伊啦，我们来欺负，好，好啊，乌克丽丽学乌克丽丽哦。好，来，这样，因为俺等一下什么？对呀，那谁要这样？躺一下，From the ocean, shining in the sun, covering the shore. When I see you, my heart tells that I love you more than all that little pearly shells. 好听了，姐姐们，这是 Cindy 老师。老师好，漂亮的姐姐好。哎，我是很好奇哦，姐姐们，我们想要学乌克丽丽，但刚刚听到老师弹的，你们觉得简单还是难？我去到东南的，觉得很难，不难，真的吗？入场喽，紧进啦！因为其实，在弦乐器里面，乌克丽丽是最简单、最容易上手的弦乐器。啊，真的吗？对，我们大概4岁到85岁的学生都可以学得来。它的简单是因为弦也比较少，对，它弦也比较少，它音域也没有太宽，然后因为它又是尼龙弦，所以也不会太痛。所以其实我都很建议大家可以试试看，不管什么年龄层，从来没有学过乐器的更好。对，因为你可以从此获得很大的成就感。真的，你们有学过乐器吗？都没有吗？很想学。哎，好，我应该会动听嘞。哦，真的吗？弹给我孙子听。那我们是不是要马上上课？哦，还在上课啊？对呀，我们好，现在就来学上课。起立，老师。哈喽哈！我们跟老师的那个痛调差好多。老师先跟我们讲一下这个乌克丽丽是怎么来的，好吧？我们都很常听到，对不对？对。可是对它很不熟悉。它是来自于夏威夷的乐器，所以整个很放松的感觉。所以老师才会跟我们阿罗哈，对不对？刚才跟你们分享的阿罗哈。就是夏威夷语的 Hello， 然后呢，我手上比这个动作叫做 Shaka。所有全世界玩乌克丽丽的人，不管你讲什么语言，不管你是什么肤色，我们其实只要身上背着一支乌克丽丽，我们在机场看到，我们就会笑一下，然后比这个。今天一定要带一首歌回家。好，那我们现在来学我们人生的第一个和弦，我们从 C 大调，1、2、3、4，来2。两只老虎，两只老虎，一只大，一只小，一只毛啊屁
真奇怪。哎，我想问姐姐们，你们的无名指会痛吗？还好，压着不会痛。还好。哎，我会，这就是我为什么放弃的原因。第二个和弦 ，OK， 好的，上调 ，OK， 平常时吼，自家唱歌，自家就有自家动位呢。忙地我了摆学乌克丽丽，甲唱歌，我是都是很难哦。学习的时间有啊，唱有的弹琴啊，甲拍子哈是谈不上啦，唱到滴滴嘟嘟啊。今天的魔王要出现了。So si re so si。今天我们要分享的叫手南撇嘎风。去到老师了摆先的歌我琴吼，因为佢帮我哋弹的係只客家的歌。如果佢邊係幫我彈一隻夏威夷的歌曲，我可能感覺冇安靜。我們今天好厲害，已經學了2個很魔王的和弦，而且加油都是要練習的。對，都是要練習，這樣子我們就可以一邊彈一邊把它唱起來了。現在離唱還很遠，根本顧不了歌詞。我剛剛練啊，就是有那種很久以前、多年前學的感覺，就是手很痛。可是你們學的感覺如何？我是覺得有一點手忙腳亂，恨不得有1隻手有10隻手。應該來幫忙，對不對？來不及。我覺得是旋律要記熟，多聽幾遍，可以把這個節奏感改善。真的，密合，對，還是要練習。手指突然間變僵硬了。哦，會很緊張，對不對？有可能是因為緊張。其實學樂器，其實像烏克麗麗很好的是，我們其實這樣子按壓弦覺得很痛，對不對？其實這個動作是直接連帶到你的腦部，手眼協調。對，一個是手眼協調，然後它也是刺激你的腦部。好，剛才要請同學們稍微放鬆一下，對不對？哎，你們覺得這動作像什麼？海浪，有像海浪，厲害哦！這真的是海浪的動作。哦，這個在夏威夷舞裡面就是海浪動作。在彈琴的時候，我常常跟同學們講，有時候練琴練得很緊張，或是你很專心的時候，肢體會很僵硬，所以要適時的做一些放鬆的動作。那像我自己也有在跳，也有在教學的。哎，是草裙舞嗎？是啊，是你們印象中的草裙舞。啊，老師還有教這個。學習舞蹈還有一個重點可以幫助我們彈琴，那是什麼？節拍。哦。跳舞的時候是不是要算 1 2 3 4 1 2 3 4？跟我們剛剛是不是兩隻老虎異曲同工之妙？所以2個是可以相輔相成的。你們會不會想要讓老師表演一下？好啊！既然你都會。老師這樣，其實臉好像很輕鬆，但我剛剛看到你的裙子是這樣子哦。面貌輕鬆狀，對，身體其實是上半身。其實蠻費力，對不對？哦，它其實是核心肌群還有你的後背肌會用到比較多的力氣。哦，而且剛剛你說是不是老師眼神？眼波流轉，就是夏威夷舞很重要的，全身都像那個很緩和的波浪一樣。其實夏威夷舞它有一種很美的意境哦，它一開始的時候其實是呈現給上天的，對，這樣他們的舞蹈都是謝天、謝地、謝大自然的萬物，然後也會謝謝我們身旁的所有人，所以他們很重視眼神、手的肢體動作。姐姐們看了會想學嗎？想啊，很想學。身材好。難道我們這次要史上第一次2個挑戰嗎？你們要挑戰2個哦。OK， 好吧，是哇，好，那我們先上烏克麗麗，再來上草裙舞。
看来新地先生跳舞跳到风情万种过後，分歸海比狗這位也得阿姐作為一個勇敢的家庭，記錄係同時來挑戰兩種才藝。是講2禮拜過後，如果成果發表，亦能會同時學曉烏克麗麗同夏威夷草裙舞舞呢。我们现在先讲第一个舞步，通常你会看到有右边、左边、右边、左边摆臀的感觉。好，这个叫做 KAO。好，双手我们先叉腰哦，哈，2只脚呢来半蹲。在越正式的舞蹈，你可以蹲越低越好。那现在就对。蹲越低越好，蹲越低，你可以蹲到这么低就可以，但是蹲这么低，再跳半支舞就整个大爆汗了。对，先半蹲，好，半蹲的时候要发生什么事情？你的背必须是直的，不可以前倾。OK， 你的双脚稍微微开，大概与肩同宽，不要太开哦，哈。OK， 好，往右边，往左边，右边，好，卡哦。当我们在摆的时候，有一个地方其实没有摆动，有没有发现？你的上半身要是固定的，不要左右摇晃，也不要上上下下的 ，OK 哦，就是不会上上下下，上面是不动的哦。你看，1、2、1、2，这个在家练就很累了哦。非常麻吗？来一首歌吧，卡哦，开始哦，1、2。很好，肩膀不动哦。好，只有你的臀部，好像钟摆一样。好。跳舞的时阵啦，叫右倒手半蹲那样用手法呢。我转移哦，我了2片脚啊，长腿的吼，冇便宜，我转前少水，和嗰个叉老面从类似安揉啊。我现在手在这边，好，往这边顶出去 ，yes， good， 很好，出来了 ，yes， 你怎么这么棒？3秒就上手，好，背再挺直 ，OK， 很棒，好，背再挺直 ，yes，good。全舞，你提着开，那其实又排斥这个，这么来绕10分，绕10分。对，已经麻了，对不对？好。回去体重机就会有回馈给你了，可以吗？好，休息一下，休息一下，辛苦了。OK 吗？稍微这样子，大腿这样子松一点，松一下，松一下。来，第2个动作叫做卡波罗，踏并踏点，再来左边踏并踏点，记得半蹲哦，你的臀型才会出来哦。大家很棒哎，大家今天第1堂呼啦舞课都有做到。跳舞一定是面带笑容，再蹲一些，然后看着臀的感觉，再蹲一些，好来，很好哦，好，我们再蹲低一点，哦，再蹲，有没有看到？有没有看到？跟出去，对，当你越蹲低，你那个弧度就越明显，对，超酸的。好，屁股出来，好，我现在手扶这边出来，好，这边，好，这边。好全舞跳舞，我那是对我是好难，因为我下站虽然讲从智障了，我也想主动去跳舞的耶。以前他有跳舞吗？喜欢，很好。老师，我要升高喽。自己回到原点，对，自己升高。好，右边，好，左边，好，来，好，休息一下。你们会发现夏威夷舞有一个特性，其实它不像那个国标舞那种动作很锐利，所以即便是举手那些，你看到手都是松松的，很自然的。第3个动作，黑啦，好，这个动作比较轻松。好，右脚出去，45度转，好，然后身体不晃哦，身体还是保持正中间哦。呼啦舞很特别，除非你整个转向，要不然你的脚怎么动，你上面是都动。再来，现在这个黑啦，还要再加上你的臀部的动作 ，OK？ 左边的屁股
右脚出去，左边的屁股要顶出去，右边，左边，右边，左边，右边，左边，我怎么听到喘息声？右边，右边，左边，这边稍微拉一下，这边要来，这样我再把屁股推出去。你右脚推出去的时候，你左边的膝盖要弯，这样你右边可能才推得出去。凤姐好像相反了哦。相反。对，相反了。对，这样子，还是这样子哈？对，对，这样子。yes。好，慢慢进入。超累。哇。对，就这样。OK， 脚不要翻哦，脚不要翻。好。OK， 可以吗？来，我们过去，没关系。好，屁股要记得哦，左手先叉腰，好，右手手摆胸前，然后呢，他摆胸前在胸的半处。第一个动作先往左后移，往左后的时候，我的左边的腿有点伸直，看着我的腿，然后再来第二个动作正后，我的两只腿打直了 ，OK， 整个左右，再来右后，再来下一个轻松的中间就好。1、2、3、4，这个叫做阿冕。你会看到，每次有跳到阿冕的时候，台下观众就因为他知道你好累啊。他们应该要从头鼓掌到尾才对吧？嗨一点。所以是有点要噔，只是顺起来。2、3、4、1，但是不要明显的咚咚咚。对。哦，你真的是有在练的，你是里面汗流最少。平常应该真的有在练，对。最困难的吼，就是记个哪节到哪节吼，音樂係到哪節，安尼如果動作手會慢慢比。对，我觉得杨凤姐的那个身体很适合跳哈，凤姐很适合跳，对你超适合跳的。我们去夏威夷的时候的舞蹈老师都是这样子身形跳起来超美，超美。要有屁股跳才好看。很认真哦，继续练。你真的很适合，你只要保持哈上半身可以 hold 住，你这边超适合。漂亮哦，真的。对，你跳起来超好看。唱在歪。对，你已经心机重，你这些。你看呐，我一看，我的模西马嘅 V 呢，真勁係幾好嘅運動。哇，很流氓咯，佢想睇打籃球。一群姐姐，佢有鬥志，因為有激天呢，要繼續回去練烏克麗麗，韓國一個草裙舞 Hula Dance，原來最美嘅表演，激天呢，如何要兩個要加紅來，向大家期待。可以退了，我一直流汗，一流汗。好，繼續。哈比義舞看起來有啲位難怪怪嘅，又有啲位浪漫，個唱並唔會難剔頭，嘿嘿，事實證明我能如團差咧。原來跳亞舞步我有強大嘅核心肌群，故所我以為一到阿姐天音樂再過嚟練呼啦圈來加強有力，咪同時來講啊，也上面小學同學嘅童年往事。晚些時間，我可能按叔啊，雖然隔很久，不過對晚些事情還記得會清楚呢。還記得過小家下對彼此的印象係乜嘅？柔真，佢聽過我攞數詞，當愛醬，有醬有愛醬，和當未發嘅歐尼油，還有歐尼油紙娃娃，目前好賣超不容發，其實當未發。所以下課當到女同學是微然啲來發，因為發散越發，應該發喺木柱太太東西。和秋分你冇見佢四隻就當死哦。和佢嗬佢會唱歌啦，佢音當死，聲勢嚇人，所以佢唱歌當好聽嘅高音節唱當歌，所以我哋死時嘅佢當會唱。我有參加全染全線哦，第2名哦。我有電台有訪問我。然後最大的鼓勵是一打的12支一打的鉛筆。以前家裡很窮啊，不敢動譜啊，
摸钱我卖逼的。班长是我心目中的女神，又漂亮又犟又聪明，又会照顾台这个，但是有一点内线，不能在他的面前犯罪，莫给打小报，所以他是人家讲会变尿肥啊，所以但是他很都会照顾聪哈，都照顾，很认真哦，我娶到英雄，我想是当高台呢，胸部安样呢，当来。夸张哦，啊来玩有时问，是我看他，没啦，我讲他有时。很多男生很喜欢他呢，我到现在都没有人喜欢我呢，有啦，现在有我老公喜欢我，老师，你教的时候可以在这吗？好不好？等下正在那个，好吗？等下，对呀。秋风机啊，鬼无限，因为有要做导游。我说眼睛啊，这里遗憾的讲天花，已经咩鬼到天花哦，我看伊赖有937个盲头的，我鬼小伊呢，唔伫脸都用呢，来问一下。我现在弄那个花样同学会啊，我等一下我赶快我等一下利用时间我再跟你联络好吗？哦，我懂手呢，姐姐们，你们回去有练吗？有练哦，练一点点啊，练一点点。我现在还在放在地上啊的。柔珍姐呢，有练吗？有哦。哦啊，雅慧姐呢？啊，有练那个乌克丽丽，还有练草裙舞吗？草裙舞哦，有。啊，有，你看他们没有要理我的意思哦，哈。哦，老师来了，班长。老师好，大家好，阿罗哈。One, 2, 3, 4, C， 二上南天给风，你买了 G7。吹进了上南边，终回到 C 了。风呼扇起床黑暗，到 G7， 祝朋友俩里平安快乐。好 ，C 结束，最后 C 结束，开心要开心，最后集合一定要对哦，最后一定 C 集合要对，大家要团结哦。最后一个是 C 一下就好了，结束。今天要做一件事情，好，请跟着我做。今天晚上睡觉前，自弹自唱10次上南片的风，上南片的风。OK， 加油，一起加油，好不好？好。上南片的风。吹过上南片走，浮上秋香很爱。5、6、7、8 kiss， 给你。2，星星，转圈，耶！可以吗？主歌教完了。明日演练习，你喺呢度嘅轨道要做新年嘅會議嘅新譜歌手，來為安多同學辦一場夏威夷同學會。為叫我們行業教研嘅上面姐姐，閒些時間嘅會議，每天天呢要明起來嘅。哦，嚟到呀！
就迄人咧母校吼，系啊，那就出得了毕业。俺们今年都还会提下表演的哦，成果发表哦。你在搞什么啊？有啊，今日一块有标。哎，用眼睛当然要手呀。哇，已经往右用了哦，那不是臭狗皮张母的哎。有，应该很矮冬瓜臭哎。开玩笑，矮眼睛臭眼睛。哦，表演第一个错。系啊，其实白臭眼睛。电脑老佢办公室，佢裝條嘅，裝擺嘅，用嘅研究下，全家同我做，男女。係，攞好啲男同學，係，伊人愛同我做隔壁，中间要划条线。白条線呢，除河漢界，如果橡皮擦跑過來，成個時候去調睇，愛橡皮擦走過，個個先會拿調睇。就叫叫做冲流的，和班长在看的，马上凶打，吵命的不能打架，不能吵架，吵命的不欣赏。下一节你都是地嘞。哦，羅真姐會冇，會屯時來會畫楚河漢界冇，係唔會。去臭後背啊，去高個。用那個按告啊，臭後背啊，按告台嘛是敢欺負嘛，佢要抓小朋友。以前是木造的，木造4年級要拍照的，因为从前4年前时间，那我小时候哈，因为家里父母比较没有督促我们，没督促我们的，还有好到外高有时候都偷懒都没有写字，大概要100多小時，老師說打一下，200多打2下，然後又因要還有某小時，俺不頭跟消防車是燈亮，一個佛山坡，來到佛山坡，不是佛山坡嘞，全鎮的名字出來。哦，大家都很緊張，只有我最高興佛山坡，你咋都只有我最高興嗎？因為我就第2天我可以不用被打，可是第2天我去到學校哦，我還是被打，為什麼呢？因為燒的不是我那一間，是別間。啊，還有台北還有乜嘅神奇嘅事情記得咧？羅真姐有冇？去年啊，同學會讓青龍來，俺去年讓加入呢，叫個摸青龍來，俺青龍來加入些，有隻同學按到橫秉成，伊人我講一隻故事啊，俺是全唔記得嘞啦，只講嘛呢，你細細都學法都念記得啊，講係啊，要念記得，哦，嗰個傳單哦，那裡該訓導處哦。問老師要有獎品呢？傳單，哪些傳單？當年還在動動空飄，大眾傳單。反共消滅共匪，反攻抗俄。沒。呢種沒有。那個傳單係對岸的，對岸飄宣傳的。以前你沒有表，你很金門飄過去，他信州讀新竹縣，要去九江風。班老師當替嘛學生念到告訴你，又鼓勵學生念到神拿出來。根本可能睇自己念得到啊。高先因為愛同學發圖嘛，然後吼愛家開始發一種傳單本機呢，還唔定係我安尼呢，他發種傳單本機高分跟訓導主任亮獎品，貓地一早被老師打呀，要做英偽鈔嘅功用，偽造文書啊，那個就唔定啊，那一到星期啊，結果按到面的見到阿講呢，還講到我寫安尼咯，我以為可以被老師打呢。所以說，也是一個非常好玩的事情啊，很美好的記憶啊。所以我同學講啊，你記得啦。幾多母狗做生意嚟個下神奇嘅飛躍，真見講都講唔出。不過一擺最重要嘅係，幾多離開嘅50年嘅母狗表演烏克麗麗同草裙舞。上面阿姐都會最美世界和聲盲演練，希望今晡日對演藝來欣賞嘅很多同學會看到伊人上位同頭擺韓式世界無窮樣嘅才藝。
情难有，从南边给风，吹公爱给跳那么，金当歌，我有两片平安快乐。新埔叮叮叮扑克团来跟观众致意，仙女下凡了，阿妹静吼，阿梅姐，有看过么嘢安尼无？妈妈，你唔出來嘅係咪？係按獎啊！你聽我講呀，唔頭都用英嘅出耳嘛？我念唔到咯。阿頭都冇嘢跳到用你啊？我一邊按獎係人念唔到。阿看到有歡喜嘛？有啊！看到當歡喜，看到自己冇嘢按，我看當歡喜。謝謝媽。很澎湃，為什麼？為什麼很澎湃？你怎麼短頭髮班長突然變成一個長髮的窈窕淑女？內心很激動。哇，連女兒都很激動，那老公哎，我們不用去夏威夷度假了。不用去夏威夷了，你以後要常常這樣打扮。要開始說要參與這個時候，他們內心也是很，結果今天表現得太好了。真的是太好了哦，很厲害了，動力，謝謝，因為謝謝你愛我。真緊記得我們講接咗隻法通啊，食材當排泄啦，按辛苦，不過其中的表現都按哦，通過，以你為榮。哦，不錯不錯不錯，真的好豔麗啊，很豔麗，不一樣的班長，對，哦，不一樣，真的漂亮。這是我的孫子孫女，還有我的大女兒三女兒。妹妹，還有小妹，還有我的妹夫，哇，她也是我的同學，這兩個是我們的國中同學，哇，也是我同一屆的哦。那剛剛看到媽媽這樣跳，感覺是什麼？很漂亮啊，很漂亮，沒有看過哦。對，那以後叫她常常跳給你們看。好，謝謝，多謝大家，多謝。我們就一起好不好？會不會有人站不起來？這個。今天的舞蹈哦，我是羅當好。到今日來啊，我是羅雖然講冇動漫兒，不過袂做得啦，因為時間袂當長。希望大家分愛做啥，做得有安嘅回憶，有安嘅感覺，人生安然當好嘞啦。咱愛散散啊，真正啊，也因為這樣子哈，愛做啥有一種冇同樣嘅回憶，是愛散散共下。還有同學有了，我是都
哎呦，真好，哎，特别转来因为幸福国小，嘿，那就顶班转来幸福国小了，礼堂新的礼堂跳，我就真好的，印象到了很多的时间吼，会动感动，真紧。如果你谁是跳过摆狮子舞，后来是不是出来的？那你有跳舞的时候，老师专门为人家就种跳那么啊，种伞啊，露该棒棒，用去种，所以这边跳的嘿，今年你也沙老师，懂吗？挺难得，经验挺难得。安排有几遍10个来，好啊。Pearly shells from the ocean, shining in the sun, covering the shore. When I see them, my heart tells me that I love you more than all those little pearly shells. More than all those little pearly shells. More than all those little pearly shells. Pearly shells.